头转来咱国内来关心新北市中和的警方掠诈骗集团，结果是掠到家己人，是一个27岁姓翁离职的警察，伊嘛是诈骗集团的成员，伊才拄离职兄就互警方掌到，伊即马已经互收押禁见。警方甲门侦破，入去厝内掠诈骗集团的成员，验过有一个嫌犯已经是警察。翁男任职期间，派出所所长发现翁男工作表现不正常，经恳谈后，翁男即于6月5日主动离职。北伫中和分局中原派出所做警察的姓汪的查甫人，敢若是跋筊欠钱。今年5月开始，拿做警察，拿做车手，加做去年货币厂商，甲被害人见面交钱。今年6月初，督察组伫咧甲伊注意了，伊就家己赶紧离职。本分局立即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，并于7月11日持拘票及搜索票，将翁男拘提到案，并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伫监视器画面看到伊骗走受害者辛辛苦苦欠的70万，警方结果发现姓汪的嫌犯面交的记录超过10遍，先后该依照诈欺罪、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法办。检方向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核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